所以咱大家拢熟悉啊，这两个牧者。好，咱第一节啊，再来练一摆吼，预备来。我不大家感风缘，不达主文是动人，耶稣正做天平平，正肉地做圣经。第二节，你要为伊献啥呢？行无挂骨能伴你，你若无钱嘛有讲，世事无米嘛有老。好，咱练习到这吼，咱手机啊，会记你改做震动，还是该关机吼？